我阿媽講過唔想插喉，想自然離世，但係佢而家已經做唔到預設醫療指示。冇法律文件，我仲點同醫護講阿爸嘅意願？認知障礙症人士未必唔可以做法律文件，家人仲可以用預設照顧計劃同醫護達到共識。上一集我哋講解咗點做預設醫療指示 AMD， 但如果長者開始唔精靈，甚至確診咗認知障礙症，失去精神行為能力，仲可唔可以做呢份法律文件呢？阿媽認知障礙症已經到晚期，表達唔到，但佢以前曾經講過唔想勉強吊命，唔中意插晒成身喉，寧願舒舒服服咁走。我唔想次次阿媽入醫院都要拒絕醫護插喉，又要同啲兄弟姊妹嗌交，重複阿媽話佢唔想急救，猜到斷肋骨。我點樣可以向醫護同其他家人講，阿媽好希望自然離世？認知障礙症人士可能係最需要設立預設醫療指示嘅人，因為每個病人都可以有唔同病情變化，病情又可以長達10幾年，好多醫護決定都需要預先講定。但係目前情況並唔理想，公立醫院淨係會幫醫護眼中嘅臨終病人，例如腫瘤科、腎科病人等等傾預設照顧計劃，過程中有機會簽埋預設醫療指示。而認知障礙症人士啱啱確診嘅時候仲行得走得，唔會傾住，但到咗晚期唔夠精神能力又傾唔到，所以要快脆啲揾私家醫生做預設醫療指示。醫院管理局臨床倫理委員會主席謝文華醫生曾經喺立法會解釋，喺設立預設醫療指示嘅時候，醫生要即場評估病人4樣嘢：第一，佢可唔可以理解嗰項維持生命治療嘅資訊？第二，佢要能夠記住嗰項資訊；第三，衡量嗰項資訊而作出決定；第四，可以傳達嗰項資訊。謝文華話，醫生有責任作出合理努力，協助病人做到以上4點。認知障礙症人士嘅情況成日都變，醫生要判斷嘅係訂立當刻嘅精神能力。佢可能記得。只不過咧，佢就記得1個星期。你過咗1個星期後問佢咧，佢可能已經開始有啲模糊。咁如果根據呢個法例同埋我哋平時嘅做法咧，病人最緊要咧，就係佢去做決定嗰陣時咧，佢係好清晰記得同埋講到嘅。因為我哋知道有一啲病人，例如認知障礙嘅病人。佢真係個病情會有機會有時醒目啲，有時冇咁醒目嘅。但我哋唔可以剝奪佢做呢啲決定嘅權利嘅。咁醫生咧就會用一啲機會係病人嗰日，即係我哋解俾佢聽嗰陣時，佢又記得好好。咁佢呢個條文咧，其實嘅意思即係話，佢記唔夠1個月，你唔可以話佢係唔記得。咁佢可能佢當時已經係記得好好，亦都能夠做出嗰個決定。所以話認知障礙症人士未必簽唔到法律文件，而係視乎佢有冇所需嘅精神能力去做要做嘅決定。但係萬一病人已經冇所需嘅精神能力做法律文件，亦唔代表唔能夠表達關於最後一程嘅意願。如果病人已經唔夠精神行為能力做預設醫療指示，目前有2個方法可以做。第一係由家屬同醫生討論預設照顧計劃 （Advanced Care Plan），簡稱為 ACP。第二種係由2位醫生簽署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簡稱為 DNACPR。呢一集我哋會首先講咗第一種方法，訂立預設照顧計劃 ACP 先。我記得喺醫院同社區中心見過啲預設照顧計劃小冊子，佢哋都有搞唔同活動推廣。咁預設照顧計劃同你上集講嘅預設醫療指示有咩分別呢？第一個分別係內容上可以寫嘅嘢。上集我哋講過 AMD 係俾你表達喺罹患末期疾病、持續植物人狀況或者患上晚期不可逆轉嘅疾病呢3個特定狀況嘅時候，係咪拒絕維持生命治療？例如拒絕心肺復甦術、拒絕插鼻胃喉等等。而 ACP 可以表達嘅範圍咧就比 AMD 廣闊好多，入邊可以包括5樣嘢。第一，對於病情嘅預測同埋預後。第二，面對晚期疾病有咩治療選擇，有咩好處，有咩風險。第三，
病人嘅意向同埋價值觀，例如想得到點樣嘅照顧，想屋企人點樣陪伴，點樣餵食，對治療有咩期望，對治療限度嘅意向，對個人照顧嘅意向，甚至臨終嘅個人心願同目標都可以寫低。例如想同心愛嘅人表達愛意，同人和解，同想見嘅人見面，參加仔女婚禮、財務分配等。第四係家屬嘅價值觀同埋關注，冇能力自決病人事先表達嘅願望或者意向。第五係其他臨終或者過身後嘅安排，例如身後事、器官捐贈等。最重要嘅係 AMD 一定係當事人簽署，但 ACP 係病人、家屬、醫護三方面溝通。就算病人已經冇精神能力，屋企人亦都可以代佢向醫護表達佢嘅意願，做呢份文件。哇，要傾咁多嘢，聽落深入好多，但醫生邊有時間同我傾咁多嘢啊？醫生未必有時間傾，通常係護士、社工甚至義工首先同當事人同埋家屬討論意向同價值觀。病人或者屋企人可以主動向醫護人員提出想做 ACP， 約定時間商討。你可以揾最熟悉病人病情嘅醫護，例如一直跟進覆診嘅內科、腫瘤科、老人科或者舒緩治療科嘅專科醫生。目前醫管局有一份預設照顧計劃指引，文件最終係由醫護人員填寫，病人或者家人同意就簽署，醫生簽埋名之後就會放入病人檔案。醫管局網站亦都有 ACP 實務指引同埋標準表格，可以參考咗先，再同醫護商量。資深舒緩治療護師廖俊芳就曾經幫已經無法訂立 AMD 嘅病人聯絡醫生做 ACP。嗰位女士60出頭，突然中風，個人唔再清醒，要入住院舍。佢曾經同老公同2個仔女講過，萬一日後有咩嚴重疾病，唔好做心肺復甦術。佢覺得哇，有啲病人即係死得辛苦啊，佢覺得。咁如果真係到我有啲咩事嘅時候，我唔想做啲乜，我唔想俾人猜心口。咁第二咧就係話，如果我真係第日有認知障礙症咧，我都唔想插嗰個鼻胃管。你覺得冇生活質素？呢位女士後來嚴重中風，失去咗精神能力。雖然之前冇簽過 AMD， 但係丈夫知道佢嘅意願，佢按照太太嘅意願同醫護團隊商量設立 ACP。公立醫院醫生最尾都有幫女士簽署文件。廖俊芳補充話，就算屋企人一開始未必肯定，都可以慢慢嘗試溝通。嗱，但係咧，你同屋企人講咧，唔係屋企人就會聽。咁好啦，咁你講多幾次嘅時候咧，佢開始覺得呢件事重要，咁就後尾傾過幾次之後，咁家人咧係明白佢嘅意願，同埋後尾講係尊重佢意願。咦，咁如果可以傾 ACP，就唔使俾錢醫生做 AMD 啦。兩份文件嘅法律地位係好唔同㗎。AMD 係法律文件，而 ACP 所表達嘅意向並冇法律約束力，可以話係一份參考文件。所以病人如果仲簽到，當然簽咗 AMD 先，比較可以保障自己。但係就算簽唔到 AMD，屋企人同醫護經過溝通，透過 ACP 嚟達至共識，都可以減少其他家人反對醫療決定嘅機會。咁我依家冇病冇痛，可唔可以都簽訂 ACP 先？醫管局目前淨係會同晚期病人訂立 ACP， 但有啲社福機構，例如家福會、耆康老人福利會、耆智園，都有自己設計嘅 ACP 小冊子，會搞一啲講座或者工作坊推廣 ACP， 你可以了解下先㗎。就算呢啲 ACP 小冊子未必有醫生簽署，都會方便日後醫生參考返病人嘅意願。謝俊仁醫生亦都一向主張，大家做 AMD 之前，首先傾好 ACP 先。佢喺大銀嘅講座度解釋。咁價值觀同意向同頭先所講啊，我喺末期我唔要心肺復甦術，有咩唔同咧？咁樣，如果係預設醫療指示就係好準確噶嘛。喺末期病我就唔要心肺復甦術啦，或者我唔要插呼吸機啦。如果講價值觀就可能較為即係 soft 啲、軟性啲嘅一啲嘅睇法，就係話，例如可能你都會聽過一啲嘅末期病人講，我都理解我個病醫唔好噶啦。醫生，我最緊要就係唔好咁辛苦你唔好夾硬拖長我性命，最緊要我哋舒舒服服，最後尾嗰段時間過得舒舒服服。咁佢冇好準確邊個治療要，邊個治療唔要喎，係嘛？明唔明啊？呢啲説話即係頭先個病人表達嗰啲咧，就係佢嗰個價值觀同埋意向啦。
呢啲就唔係寫落去嗰個預設醫療指示嗰度噶。預設醫療指示冇得俾你寫，最緊要我舒舒服服，冇得咁樣俾你寫噶。因為你就要寫明乜嘢情況之下你唔要乜嘢治療。謝俊仁醫生解釋，預設醫療指示未必可以涵蓋所有可能發生嘅臨床情況，而預設照顧計劃寫嘅嘢闊好多，亦都可以俾屋企人參與討論，從而理解同埋支持病人嘅觀點同決定。佢話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最理想嘅方式係透過預設照顧計劃嚟訂立，咁樣病人就可以表達清楚對晚期照顧嘅價值觀同埋意向。如果填咗份 ACP 要點樣保管？係咪同 AMD 一樣要主動同醫護人員出示㗎？如果係喺公立醫院做 ACP 表格嘅正本，無論係全文版定簡短版，都會由病人或者屋企人保存。表格嘅影印本會存放喺醫療記錄檔案入邊，並且喺臨床醫療管理系統中適當標示為預設醫療指示。病人同家屬可以喺需要時向醫護人員出示 ACP 表格正本，而病人出院之後，表格嘅正本會還返俾病人同家屬。大家可以喺呢度下載醫管局嘅預設照顧計劃範本同埋指引文件，有機會就同屋企人討論下，等大家對將來嘅醫療安排有共識。想認識多啲預設照顧計劃，可以睇返大銀邀請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教授陳玉麗所舉行嘅 ACP 講座，佢會講解更多 ACP 同 AMD 點互補、邊度訂立預設照顧計劃等等嘅資訊。頭先提及嘅廖俊芳護師亦有講解點樣同屋企人傾呢啲法律文件，歡迎上返我哋 YouTube 睇片。好，咁等我睇下幾時可以揾阿媽嘅醫生傾先。你一開頭講到，就算阿媽冇精神能力，我係咪都可以按照佢嘅意願，揾醫生幫佢簽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等佢喺呼吸心跳停頓嘅時候，唔會被醫護人員搶救恢復心跳。係啊，我哋之後會詳細講解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DNACPL 呢份文件，下集見。